Supersoft F 的使用方法：一、在無菌情況下打開封口袋，取出敷料；二、將敷料裁剪至與傷口大小相符；三、捏住白色邊緣，將覆蓋紙完全拉開；四、反轉敷料並將有黏性的一面朝向傷口；五、將敷料放置在傷口位置上，並輕輕按平；六、捏住其中一個白色邊緣，從黏膜上拉開。Supersoft F 作為次級傷口敷料：一、將 Supersoft F 裁剪至可以完全覆蓋 Supersoft X 或 Supersoft X 加 PHMB 的大小；二、將覆蓋紙拉開；三、將 Supersoft F 的黏面放置在初級敷料上，並輕輕壓平使其順滑；四、捏住其中一個白色邊緣，從黏膜上拉開。Supersoft F 的移除方法：要移除 Supersoft F， 請輕輕揭起敷料的一角，然後沿着毛髮生長的方向，平衡於皮膚向外拉動敷料，